因过若想要买花，就要敲电话或者是亲身去甲花店买。不过因为即马时代进步，伫屏东潮州就有业者利用冷藏的保存技术，打造卖兰花机台。民众若是要来送礼，是变甲真利便。那在台湾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夹娃娃机，那也有很多的贩卖机，可是就是没有人卖花，那卖便当什么都有了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说，我们也来尝试这一块。兰花是屏东正重要的外销品之一。疫情了后，兰花的出口受到真大的影响，有业者开始转变模式，先是推出去拜拜、见亲情的精装礼盒，刷落去，佫利用冷藏保存技术，创新开发全台头一台乌蝶兰贩卖机，一丛一丛兰花放入花间，才佫用袋仔包装好势。民众方便买，也方便摕。那目前我们在台湾是第一个做，那当然消费者也不知道说可以藉由这种方式可以买到兰花。那我们现在也在试点的方式在做这样的推行。然后现在因应现在的趋势呢，我们有推出这个蝴蝶兰贩卖机，然后在这个屏东驿站的商场里面，对，然后也是提供顾客一个方便，然后快速。又可以马上可以得到去送礼的这个效果。业者也当咧开发多元的产品，望通改变民众送礼的模式。若即个特别的贩卖机，即马就放伫咧屏东车站的商场、高雄商业大楼等所在，介绍200到300之间，真方便送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